经超过100档家己水上南靖糖厂，今年8月份，和家己县政府登录做历史建筑。当地协会即马邀请糖厂退休的员工来做导览员，向大家绍介糖厂的历史。以前甘蔗叶的台语叫做甘蔗哈，所以把甘蔗叶烧光了，就形容无哈，这是一种俏皮语。 共囡仔介绍伫咧糖厂做工课所演变出来俗语，好细细了解在地特殊的文化。嘉义县水上乡南靖糖厂已经有112档的历史，糖厂的村号8月正式登录做历史建筑。咱的历史嘛100几档啊啦吼，当然这足侪文物慢慢吼拢有消失去啊，但是咱的想法是讲，尽量把咱这个文物甲这个历史甲保存起来，互咱的后一代来了解。 协会配合社区甲学校办文史同学活动，囡仔嘛展出因调查糖厂文化的成果。社区讲活动，互囡仔实际去体验糖厂的过去，增加对在地文化的了解。虽然是已经停工啊，毋过互咱糖厂的过去的经营的方式，互咱的后一代吼，不会忘记了我们以前的历史由来。糖厂因看到的情形，和其实古早迄一阵其实变化足大，会当对这用讲故事的方式吼，互因知影，了解一寡糖厂的历史，我是感觉真有意义安尼。现场的活动，互囡仔看甘蔗、啉甘蔗汁、炒蚵糖，也个介绍糖厂的火车。这么村口登录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。 社区内一寡退休的员工讲，希望未来透过县府的资源，甲更较侪建筑物整理一下，互南靖这糖厂的在地历史更较完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